各位朋友，我係鄧惠賢，係加拿大妙瑞寧香港有限公司嘅創辦人。15歲嗰年呢，因為工業意外，我就弄傷咗個頸椎骨。咁往後嗰10幾20年呢，冇辦法瞓到一個好覺，令到個健康都唔係幾好。35歲嗰年呢，我就去歐洲旅行，喺德國入住咗一間農莊嘅宿舍。咁嗰晚咧就瞓到一種天然物料嘅睡枕。第二朝起嚟咧，哇，個精神直情為之一振，從來冇瞓過咁好嘅覺。咁我就問下農舍嗰個主人係咩物料嚟？哦，原來佢話係一種天然物料嘅蕎麥殼。呢種天然物料嘅蕎麥殼睡枕喺日本民間好早就已經流行㗎啦。咁啱幾個月後咧，我就去美國洛杉磯參加展覽。喺嗰度咧，剛剛有呢個歐洲我瞓過嗰種蕎麥枕咧喺度推廣。咁於是乎我就買咗個返屋企試下。哇！一瞓咗之後咧，原來將我嗰20幾年從來冇瞓得咁好嘅感覺重現帶翻出嚟，令到我成個人咧脫胎換骨。咁多年我睇過唔少醫生，同埋買過唔少健康睡枕，但係都得唔到呢個天然蕎麥殼睡枕優質睡眠效果嘅感覺。後來我就去國內承接工程，咁需要經常往返內地，咁去到邊度咧，我都帶住我呢個睡枕嘅。咁經過幾個月嘅實際體驗咧，令到我整個人咧容光煥發，帶領住幾百個工人嚟到開工咧，都完全係可以應付自如。呢種軟扁蕎麥殼睡枕嘅作用咧，係可以提供到我哋人體工學嗰個承托弧度出嚟。佢嘅滑動柔向性咧，當我哋嘅人體身軀轉動時咧，佢會咧幫你有一個輕撫按摩作用，可以提供到微循環狀態，令到血脈流通。最明顯就係頸部不適啦，瞓咗好多時間都唔夠，需要擰頸縮膊，睡眠窒息、鼻鼾、磨牙、頭痛目眩、電腦肩都有大大嘅改善。97年我移居加拿大，咁我就同朋友咧間中跟佢哋去做下義工啦，同埋去醫院探下啲病人。咁發覺咧，原來啲病人咧好多都瞓得唔好嘅，尤其是咧嗰啲做完手術嘅人咧，就更加難瞓得一個好覺。咁我就想到呢種軟扁蕎麥殼枕，於是咧我就去美國洛杉磯揾嗰間生產廠，就同佢買一啲原材料翻嚟加拿大，就做小批生產咧嚟到俾呢一啲需要嘅人用，包括病人同埋啲醫護人員。點知唔到1年咧，佢哋俾我嘅反應效果咧係非常之好，個個都話用咗咧精神又好，又瞓到覺，可以享受到個好嘅睡眠出嚟。於是乎咧，我就同朋友咧就合作喺加拿大設一間廠作少量嘅生產啦。2002年開始，我就決定將呢個咁奇特嘅天然軟扁蕎麥殼睡枕帶翻去香港同埋亞洲市場。咁我咧就將妙瑞寧喺中國大陸同香港註冊，同埋成立咗加拿大妙瑞寧香港有限公司，準備將呢個枕咧就帶出嚟俾所有嘅人共同分享佢嘅獨特天然好處，令到大家都可以提升睡眠質素，嚟到改善健康。有機天然軟扁蕎麥殼睡枕咧，非常之適合亞太地區氣候嘅，因為佢嘅纖維性、透氣、耐磨，又唔容易藏菌，非常之衞生，所以咧係好適合亞太地區冬暖夏涼，所以係一種非常之完美嘅枕具。大半個世紀以嚟，我都係從事裝修工程。咁重新拓展呢個有機環保事業咧，我就諗下有一個咁好嘅無公害農作物，而我點樣可以保存得佢好啲咧，更耐用咧，又衞生咧？咁我就透過美國嘅好朋友 Dr. Lawler，佢係營養學博士嚟嘅，咁佢同我揾到
美國 Dust Mites 就係無敵士嘅生態環保滅蟲質劑。咁我就將佢可以處理得我嘅枕具非常之好啦，又唔怕蟲，又唔怕虱，同埋咧可以更加持久耐用。妙瑞靈有機天然蕎麥枕，全部都經過美國 Dust Mites 無敵士生態環保滅蟲質劑處理，所以佢嘅衞生、防蟲、防虱同市面上一般嘅蕎麥枕咧係完全唔同嘅。從8年前開始，由於睡枕嘅客戶咧反應良好，咁我就開始鑽研世界第一張有機天然蕎麥睡床，讓關注健康嘅人咧可以從優質睡眠裏邊咧得到健康與美顏。有機天然蕎麥床功能結構：全天然淨化虎魚木實心床架，4寸完全天然有機嘅加拿大種植軟扁蕎麥殼床褥，400針全絲乾棉床褥套，並以美國環保認證嘅 US Dust Mites 無敵士生態環保全抗塵蟎滅蟲質劑處理，對患有敏感呼吸道或哮喘病患者可以舒緩同埋改善。每張睡床均有自動電動滾軸還原床褥功能同埋排氣通風系統，使床褥乾爽透氣，而且不易藏菌，可以享受到非常衛生嘅睡眠。內配不鏽鋼床框，冬暖夏涼嘅健康資源，全能量天然睡床。睡床售價每張由港幣14.8萬至到港幣26.8萬，歡迎特別尺寸度身訂造。第一，全屋先行清潔同埋吸塵，跟住咧就戴上個普通口罩，將每一包225毫克嘅無敵士粉劑咧倒入去攝氏50至60度 C 嘅熱暖水，攪勻咗之後咧就倒入個噴壺裏邊，向全屋嘅罅隙、牆角、地腳、家私嘅內外各位施噴，包括有裂縫啊。特別係睡床咧，一定要反起成張床褥，內外成張床褥要噴勻，跟住床架所有嘅罅隙位、底頂都係一樣施噴徹底。咁以至到衣服同埋被鋪咧，如果不幸發現咗木蝨咧，更加要特別處理。唔用嘅雜物同埋衣服每一件咧都要噴上滅蟲質劑。淺色嘅咧內外可以噴，深色嘅咧就噴裏邊。而且衣櫃裏邊嘅櫃桶底面各位更加唔可以忽視。使用無敵士生態環保滅蟲質劑，可以絕對非常放心。產品已經取到美國環保認證 CA-EPA 註冊號碼674191，香港漁農處註冊係 2P297SP， 係無抗藥性、無化學溶劑、純水溶性、無致癌毒素，對人畜健康無害，無色無味，噴咗無需離家外出迴避，環保唔會破壞臭氧層同埋生態環境，孕婦都可以使用施噴，安全有效嘅綠色滅蟲害劑。佢嘅毒性呢，比我哋食嘅餐桌鹽仲低，蟲蝨可怕不難治，殘留毒素更可怕。家有木蝨自己滅，後患無蟲享安康。售價2噴裝係180蚊，粉包裝係330蚊。